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，你搞什么养的孩子？说话呀！你跟我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爸爸，欢迎光临逸轩广告公司为红酒策划的一个推荐会。你会杀了孩子的。你告诉我，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傻？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任毅啊，领导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。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也喜欢跟闹闹玩啊，对不对？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拜拜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这样子吗？这样，对。给我。闹闹，爸爸。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来，闹闹，爸爸抱。好，房子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随时可以住进去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让我再想想吧。没什么好考虑的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吧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到宾馆接你们过去。来，宝宝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给我开开。呀，跑是不是这样的？拉完了以后，拉完了以后。我看，你把这个钻来，
我们可以走了。若不是因为遇见你，怎会忽然艰难呼吸？若不是因为爱上你，怎会嫂子有这般勇气？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对呀、不好意思，这种事还麻烦你。嗨，哎，说嘛先不用脱了，请进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能不能和我一起掩埋在时光里？我如此的珍惜，谢谢。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